Hello，大家好，朱春露。今朝一早咧，澳門同內地嘅社交媒體都流傳啊，橫琴嗰邊啊發生兇案喎。網民都問啊，喺橫琴啊某個小區啊發生咗乜嘢事啦？有人就話咧，兩個女學生被跟蹤入小區啊迷暈咗，一個失蹤啊，一個今日醒咗就報咗案。有網友就話咧發生咗命案添。結果橫琴真係發生一單搶劫殺人案，導致一人死亡。橫琴公安局拘捕咗26歲嘅男嫌疑人，案件正進一步偵辦之中。據橫琴發布微信公眾號喺今日下晝1點56分啱啱先發布，指橫琴公安局偵破一宗刑事案件並發布警情通報，話事發喺上星期五3月20號晚上。呢個26歲嘅犯罪嫌疑人陳某波喺晚上竄至橫琴某個小區，對2名受害人實施搶劫，並導致其中一人死亡。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之中。網傳嗰2個女嘅係學生嚟㗎，可能係澳門啲高校嘅學生唔出奇喎，唔知邊間啦。有內地嘅網民就留言，可能係佢自己啦，話研究生搬校區去珠海住過1年，話確實係好糟糕，話呢個地方晚上真係特別嚇人，特別係口岸嗰附近呢個都係㗎。如果大家夜晚黑去過橫琴食飯，食咗飯之後呢，大家都會睇到就算喺口岸周邊啲路上面呢，都係見唔到有咩人喺度㗎，靜英英黑掹掹。唔係話佢治安特別差，不過莫講話女仔啦，就算係男仔1個2個行喺條街度啦，其實都係有啲心慌慌㗎。有網友就話個賊都戇居嘅，而家周街咧都係 CCTV 實影到你犯咗案實捉到㗎嘛。但呢個世界偏偏有啲傻賊，窮起身上嚟就胡思亂想乜都做得出。呢次確實係不幸嚟㗎。所以無論男同女都要好好保護自己啦盡量唔好令呢種嘅誤判發生。而家澳門唔少高校喺橫琴都有宿舍嘅，就算有啲研究生佢哋都諗住搬過橫琴，因為喺橫琴嗰邊租金都平啲，食嘢又平啲啦，生活指數低啲，平過澳門啊嘛。但住喺澳門，尤其喺氹仔花城嗰邊有個好處。勝在人多夠熱鬧，夜媽媽都好多人嘅，即使有咩事呢，都比較容易揾到人哋幫到手，所以澳門呢邊都係有啲優勢嘅。好，呢集睇到先，想支持我嘅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